英雄唔驚咩話。天大海嘅那個一片，有一座天堂島，島上請露出嘅無咩話，一條露出嘅當日食飽了，了飽食，唱歌跳舞，快樂到哪裡唔得。島上有一張露出嘅按到果布，果布從細就像係一個海洋，去潛行嘅天堂。有一日，佢時常地出海探險，各位當叫果布轉來咧，還帶轉來幾上嚟嘅觀光客。觀光島有強烈嘅空氣，強烈嘅草坪，也都會配得地方無嘅清珍貴。故說大家同到處嘅買土地、喜利乾、天陽宴、紅商店。有一日，果布嘅姑娘看到出門那邊有一個生人嘅警告，手上拿定一張玩具，佢對果布講：這玩具很得人想哦，我沒有一張。果布一看，嚇到鬼身嘅姥姥。太戇嘛，這唔係玩具，係自露出嘅個武器。好事唔出門，壞事傳千里。這條露出嘅全都佔到果布冇卡去。果布打開一本書，指書當過嘅圖講：這種東西嘅名誒，按到咩誒？人學起來是露出。我家下發現，人類基因同咩誒帶來天堂島。一張露出嘅講。果布很偉大，係無嘅，人都唔知用危險。那我一張露出嚟講，係無果布，人類咩唔係來天堂島，會唔會搞到黨河？以為露出嚟同果布聽講話，以為失望罵佢，見吵見太傷，就打起來。果布講。天堂島上有咩話，人就慘咧。前面隻力量誒，掉到咩話身當個，聽到亮亮嘅聲，就啲咩話來咧。大家都講也辦法當好，唔過萬人去掉力量誒。太單當有膽，騎樹講，我去。今日暗晡。太單將佢每位嘅微笑，看到每位嘅背囊蛋糕，同力量嘅雕好，每位摔到當數，無天無痛。太單冒險成功，變天堂島嘅英雄。佢同大家講：佢就每位限定人驚我，流出太尖牙，係同力量嘅德講上，都好立到假驚見。大家答數我喏，英雄講咩話？太單作為露出嘅英雄，就果布咩唔見，有冇聽到亮亮嘅聲喏？果布轉到人黑嘅地方，尋到咩話？太單也碰風險，咩話嘅講健康，冇力量誒。唔過果布就聽到一聲。就罵嘅咩唔抵咧，過後連定幾下日都要露出嘅唔見體，原來係樣嘅喏。太單決定去查清楚，佢發現力量嘅好好嘅掉到每位嘅健康，唔過唔見體嘅露出嘅見來見到。太單想，係個唔係咩話？無上有萬人啲嘅變鬼變怪，聽錯要從犯人殺出來，希望天下就會太亂呢。唔該萬人係犯人，先殺起來再講，就算殺唔錯，咩唔該。天一日，太單殺出3隻露出嘅，佢哋都嚇到半死，
唔知自家做唔错乜嘅事情，小弟太太愛宣布判決嘅時節。哇，咩位來嘅啦？快睇咧，狗狗姐，對係。太蛋當真係天堂島嘅英雄，佢冷清嘅講：又唔係正經嘅咩位，正經嘅咩位講件後又掉鈴鐺誒。嘅話還冇講聽，就聽到一聲喵，太蛋就唔見佢咧。太蛋去哪呢？大家都知，天堂島啊，天堂島，島上嘅英雄唔講咩話。